問大家一個問題，會唔會當自己咧有好大壓力啦，公司啲嘢咧不停咁樣都做唔晒，湊仔就湊到人倒跌，甚至乎咧個人咧俾人激嬲完之後咧，就會覺得忽然間眼前出現一個朱古力蛋糕啦、珍珠奶茶啦，又或者雪糕咁咧，佢就好似咧你嘅救生圈咁咧。我都明嘅，當咧我哋壓力好大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個大腦就會瘋狂咁樣叫啲糖分嚟分泌多巴胺，因此我哋會想食得更加多嘅糖分啦。但係咧，各位朋友你要記住啦，呢一個所謂嘅救生圈，其實咧係我哋身體嘅一個炸彈嚟㗎。因為咧，當呢一啲咁嘅糖分咧一旦落咗肚之後咧，我哋個身體除咗大發炎之外，甚至乎咧我哋會有追糖嘅情況，唔單止皮膚會又痕又腫，更加會令到咧我哋越食越肥㗎喎。所以如果你想咧穩定你嘅情緒，亦都唔想做你個糖分奴隸嘅時候，今日咧就教你幾招點樣可以咧穩定情緒咧嘅飲食策略啦。第一招飲暖水啦，我成日都會教我啲客戶咧喺情緒好緊張嘅情況之下啦，飲咗杯暖水去穩定翻嘅人先，因為暖水咧係有助我哋身體咧個舒緩作用，會令到我哋個人咧放鬆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真係有呢個壓力，不妨試下飲杯水試下。第二招食香蕉，就係咧，因為香蕉咧佢本身係一個天然嘅泛水化合物啦，有啲甜味食咗落我哋個肚之後咧，其實係可以幫我哋舒緩嘅，再加上佢有維他命 B6，亦都可以協助我哋咧抗壓力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飲水搞唔掂，就試下食蕉。而第三招咧，就可以揀一啲咧無糖嘅堅果啦，甚至乎一個70%以上嘅黑朱古力，因為裏邊咧有鎂呢個營養素，係一個天然嘅鎮靜劑，可以協助我哋咧個人嘅精神放鬆啦、情緒放鬆，亦都會令到咧你個人咧冇咁容易咧追糖美食嘅。第四招就係飲杯 protein shake 啦，我成日都推薦我啲客戶咧飲 Herbalife 嗰個朱古力味嘅 shake 㗎，因為咧其實朱古力正如上一個 point 就話啦，佢有鎂嘅成分可以協助我哋放鬆神經啦，同埋有一樣嘢，當我哋嘅蛋白質足夠嘅時候，我哋就唔會咁容易發毛咧去揾嘢食。有好多朋友咧飲夠水食咗糖，但係因為 protein 唔夠，佢嗰個人咧亦都係止唔到㗎。如果咧頭三個 point 咧你做咗都發現到咧個人 keep 住囉囉攣嘅話咧，可能咧你就係之前嘅嗰一餐咧嘅 protein 量唔夠，甚至乎咧係你嘅工作啦消耗晒你身體嘅能量咧，你係需要補充嘢食嘅喎。其實咧，我真係知道咧，戒糖係非常之難嘅。有時候咧，真係要有個朋友咧喺隔離推你一把咧，你先會做得到。如果你都真係試過好多方法咧，都戒唔到啲甜飲、濕疹啦、反覆發作啦，又或者咧越食咧就越肥。而家咧，你可以喺個留言區嗰度打我要戒糖，頭3位嘅朋友咧，我就會送你一個咧15分鐘嘅1對1嘅免費線上健康評估啦，幫你揾出你飲食嘅盲點，為你度身訂咗一個你專屬嘅飲食餐單。名額咧就係得3個，所以可以快啲留言啦。如果你都覺得我呢條短片可以協助到你穩定情緒嘅話咧，麻煩你幫我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再 save 低佢，因為我哋嘅人咧亦都會有情緒高高低低，到你有需要嘅情況之下，你可以拎翻嚟睇翻。